大招，南本身大电路炸五哥和福建省吉安雷天大招，一日不管排场祝贺，由咱协会手叶廷辉、郑淑燕、田书手林门、梁潭市、支理手通知蔡保王、傅英顺、田同手福建祝福场陈壮平、赵财手和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条，一同诚心第二票下新人，以求咱南本省大电路炸五哥和福建省吉安路天大桥完全成功，保护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的办证到这完满，咱准备进行传统祭天演唱，多谢多谢。咱顺便写把咱注意先行在边来做报告吼。方才咱是来办了大事发生，咱这么等一个放场吼，咱随要来演唱一段咱北管传统福和一天。这个庆华的瑞星东，瑞星东这个名是双开到地方音，就电视做地理文江湖，来有一日来到瑞星东，我哋就行娘，这段故事真好听，这段客栈也真好听，我来翻唱一下吼，马上随来演唱着咱这个传统福和一天瑞星东。咱大前要节目底大前节目底欢迎咱各位先生在这欢迎所持阮是你所带领的节目拢无同款拢无同款咱头前面要节目表节目时间表，报个其他时间来接电话感谢大家是来参加咱这个这次的聊天大会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宴会嘛是可能咱这队人在讲外边咱这队人在讲外边，一个热天大招祝大家心情愉快来欢喜来参加咱这个热天大招祝你咱合家满门平安顺遂，谢谢。第一大招，南本省大电路炸五哥和福建省吉安雷天大招，一日不管排场祝贺，由咱协会手叶廷辉、郑淑燕、田书手林门、梁潭市、支理手通知蔡保王、傅英顺、田同手福建祝福场陈壮平、赵财手和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条，一同诚心第二票下新人，以求咱南本省大电路炸五哥和福建省吉安路天大桥完全成功，保护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的办证到这完满，咱准备进行传统祭天演唱，多谢多谢。咱顺便写把咱注意先行在边来做报告方才咱是来办了大事发生，咱这么等一个放场咱随要来演唱一段咱北管传统福和一天。这个庆华的瑞星东，瑞星东这个名是双开到地方音，
就跟主做第2位江湖，来有一日来到人生中，发现着行娘，这段故事真好听，这段确实也真好听，正我来反弹一下吼，马上随来演唱着咱一个传统好文艺雷神道，咱台前了节目底台前节目底欢迎咱各位先生在这欢迎所起每是你所台前的节目拢无同款拢无同款，咱头前面了节目表节目时间表，报着其他时间来接触感谢大家是来参加咱这个这次的聊天大会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宴会嘛是可能咱这队人在看外边咱这队人在看外边，一个聊天大会祝大家心情愉快来欢喜来参加咱这个聊天大会，祝你咱合家满面平安顺遂，谢谢。